EMAS 8萬喜悅係由 EMAS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提供。過百萬嘅豪華婚禮，數之不盡嘅豐富禮物，仲有無價嘅無盡喜悅，加埋一齊咧就係 EMAS 8萬喜悅啦。喺日前大會咧就專程舉行咗記者招待會，唔單止有準參賽者出席啊，仲有多位嘅知名藝人嚟到主持開幕儀式，同大家一齊玩一齊分添。嗱，今日咧就率先嚟到 EMAS 呢一個咁大咁靚嘅保齡球場裏邊咧進行預賽㗎，咁啊邀請咗兩隊嘅參賽者，咁介紹下先。咁我左邊咧就係阿 Cherry 同埋 Ken， 咁右邊咧就係希希同埋 Kevin 㗎。咁啊 ，Are you ready? Let's go！ 今次大會仲邀請咗保齡球城嘅外國著名教練 Robert 嚟教兩隊參賽者打花式保齡球。其實喺嚟緊嘅半年，我哋會舉辦多項又好玩又開心嘅大挑戰。只要你同你嘅另一半喺比賽中勝出，超過幾百萬嘅獎金獎品就屬於你哋㗎啦！你咪都想好似佢哋咁喜悅呢？咁一齊嚟睇睇 EMAS 8萬喜悅嘅獎品有幾吸引先。我會為進入最後10強度身訂做佢哋嘅婚紗。而成功贏到冠軍嘅隊伍，更加有機會贏到新華旅遊送出雙人來回香港至沖繩豪華機票連住宿套餐。Suzuki 香港贊助全新 Alto 4門豪華房車。The Marquis 8萬喜悅婚宴酒席20圍，以及 Team Design 送出家居設計套餐。當然仲有以下禮品贊助商送出合共超過幾百萬嘅豐富禮品啦！下一次嘅 EMAS 8萬喜悅呢，仲有好多好精彩嘅比賽內容，咁你都想有一個世紀婚禮，咁就要快啲嚟參加啦 ！EMAS 8萬喜悅，耶！EMAS 8萬喜悅係由 EMAS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提供。